咁至於呢個課程嘅內容係包括啲咩呢？咁呢個課程內容咧，當然係希望訓練到你成為呢個職業治療助理啦。咁成個課程咧，我哋比較係集中喺一啲長者照顧方面嘅。咁所以我哋會即係講好多，譬如長者一啲常見嘅疾病啦。咁包括有中風啦、認知障礙症啦、骨折啦、一啲嘅慢性嘅阻塞性肺病等等。好啦，咁面對呢類病人，我哋去點樣幫佢復康呢？會教大家一啲嘅復康運動啦、認知訓練啦、扶抱技巧啦，同埋使用輪椅或者其他嘅輔助工具。理論上咧，你學晒成個課程，經過實習，有個病人喺你面前啦，你係可以跟職業治療師嚟到去教你，或者喺督導底下咧，你係可以幫佢做到好多復康嘅工作嘅。咁最後咧，我哋亦都會講下其實職業治療助理呢個嘅工作喺香港嗰個前景係如何咧？容唔容易揾工咧？或者佢薪酬係點咧？咁亦都會喺呢個課程度同大家去介紹下嘅。咁成個課程嘅內容就係咁多啦。希望如果大家有興趣報讀咧，就可以聯絡我哋啦。